由总统蔡英文甲副总统赖清德共同联名的福运往来春联的贺词，民进党台南市党部17号收到以后，18号上午马上进行发送。台南市党部主委潘新川表示，因为今年是金虎年，虎甲福的发音要同，预祝国人虎年福运当头，事事顺利。今年一年要搁到啊，今仔日因为这几天这个红包甲春联打来，今年咱是虎年啦，蔡英文总统特别做这福运往来春联要互民众来索取啦，甲1块的红包福运往来，台语叫做福运往来啦，而且台南市党部代表蔡英文总统祝大家福运往来啦，大家新年恭喜！咱党部伊是统一包括规个党公职，整个党公职它是寄到，拢由台南市党部统一发配。阮今仔日掌收到了，今仔日可能就统一全部拢发配互全部，包括迄个立委啦、议员啦，搁你爱传理长、甲里长啦，甲阮的执评委干部，今仔全部要发落出去可能啦，预期效果可能会无够啦，无够毋过阮党部有咧增加，要印迄个议员红包互大家沾个喜气啦。除了春联的贺词，另外嘛向前议员副食的1块的福袋。市党部主委潘新川除了带领全体党工向大家来拜年，另外嘛开放民众前往领取，上午吸引未少的民众排队领取，因为数量有限，送完为止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